新闻一开始来看8月初哦，落大水后，南环的民巴克路桥的港港铁变道互土石流淹掉，无法度通行。伫8月11才打抢通哦，无想到讲昨暗山区又搁落大雨，边仔溪底变道又搁互土石流淹掉，造成高雄桃园复兴、拉福兰甲梅山3个所在交通中断，所以嘛停班停课哦。驾驶干部单早起嘛赶紧去现场处理，什么时阵会当来抢通呢？目前搁评估。 土石流伫南怀公路民巴克路桥的便桥附近四架楼，暗时6点半，因为山区上大雨，又是起土石流，这土沙甲土煤一声就甲便桥附近的溪底便道拢淹起。公路总局伫暗时7点紧急宣布封路。复兴以上的孩子就都先留在家中，然后等到变道修复的情况，那学校再看。 状况如何，再进行学生的安置。溪底全部拢是土煤甲大石头，土石流造成积沙差不多7公尺深，溪底便道嘛拢互淹起。高雄桃园区的复兴、拉福兰佮有梅山3个里对外交通拢断闸。8月23停班停课1天，干部单位一透早就出动6台怪手去清土煤。先将在修复中的干便桥紧急来搭设这个护工板。那在今天早上。 有机会提供部落的人员可以用步行的方式来进出。人民的期盼是说，希望等下一定要尽快让他们的，因为有些生病的人一定要下来。那还有农特产品的部分。大台机具无用甲钢棒吊去便桥顶悬，铺一条临时互过路人使用的紧急步道。23透早10点开始启用，互民众会当过。按那便道第时会当抢通，目前搁咧评估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